新闻头期先来看，今仔日是5月初1劳动节，劳工团体伫咧下晡行上凯道游行。今年游行的诉求包括反霸凌，希望降低工时，恢复7天的固定假日，佮有退休老年爱有保障等等，拢总7大诉求。这阵游行正在进行，咱嘛请连线和记者陈阿选来看上新的情形。有解决这个问题吗？是记者人今仔就伫总统府，今日是5一劳动节，劳工团体也照例发起了这5一大游行。现场差不多有50几个劳工团体，差不多是5000几个人。因来会一路对这总统府行到立法院。今年伊也提出这项诉求，分别是针对这个反霸凌、降工时、增加固定假日、反对职劳散假、爱退休保障，并且要求爱加薪水、落实劳工三权，并加强劳资双方协商，和以后教保人员人数爱有够的问题。咱来听现场一条访问。就是我们最近很多的立法院的委员在帮我们倡议推动的增加国定假日、减低工时的目标，对不对？对。大部分的迄薪水伤低啊，嘿。虽然讲，迄卫福部部长迄像邱泰源伊讲，阮护理人员拢有领7万几块，食屎啦，阮才无7万几块，3万到4万几着了不起啊！现在劳工朋友是摕出无共制作的机啊，发出因家己的诉求，希望政府会当重视劳工朋友的心声。以上是记者陈阿选柯敏哲伫咧现场上新的连续报道，咱甲时间交予主播。